这检察院是又搁逼出坐公务车处理私人代志的证据。这个是新北市议员林国春亚康监委林旭阳，若像利用公务车去机场接送亲人，今仔下晡伊会去北检甲告发。那林旭阳本人目前是无发表回应。检察院公务车的代志，阁引起争议。伫咧检察院秘书长李准义涉嫌滥用公务车接送伊到机组美容。检察委员苏立琼坐公务车去看气候医生。新北市议员林国春搁在接地人讲，检察委员林旭阳敢若是用公务车，伫非公务时间也有非公务用途接送伊亲友来回机场。类似的情况，监委等于是一个共犯结构。我希望他自己说明白，因为他对别人是很高道德、高标准的去检验别人。我希望他也除了自请啦，这个我会去告发他。林国春质疑，检察委员应该有更加悬的道德标准。这种行为若发生伫咧地方的公务人员身躯顶，早就已经记过听处或者是以上法办。也希望林旭阳会当讲清楚说明白。咱实际打电话给监委林旭阳，到目前出国进前时也无接到伊的回应。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你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检察院公务车使用的代志引起社会观感无好。南洋立委吴宗宪后礼拜日将会伫咧立法院司改委员会排定防制公务员渎职专案报告。第一个邀请提出的名单就是检察院秘书长，目标就是李准义。另外立委吴思瑶是认为应该检讨的就要检讨，该检讨就检讨。监察院也应当拿出一个更好的改革的方案，提供给国人。杜绝这种负面观感的这些做法。怀疑为什么会有照片的同时，还不如想想监察院的一些监察委员们为什么要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张书讲是补贴，对伫咧监委后壁协是有系统性的组织运作这款传言，并且讲检察院应该全面铁查听处向社会道歉。检察院也已经做回应，讲6月初2开始停止以个人的身份使用公务车。会立即启动调查，查清楚事实的真相。公司新闻采访报道。